皇宫庙东帝宫，皇宫庙东帝宫。哦，庙会活动哦，中秋节前一天礼拜天下午2点3号起床，下午1点从中山西路一段到成功街到慈美街，到柳营路到世贤路到仁爱路到中山路，到东安宫到康乐街，到柳营代天宴，柳营代天宴金龙太子神明会，郭家湖北神明会，郭家中坛元帅。代田神社游王公主的纪念日，采街路线，中山西路再转成功街，再转慈美街，到柳营。中山西路，还有龙顺公园有活动。